大家好，我係阿 Man 啊！相信呢幾日大家心情都好難過嘅。警方啱啱由警務處長主持交代咗雲福苑火災嘅最新情況啦。死亡人數已經去到159人啦。聽到之後呢，真係好心痛嘅。而我哋睇唔到嘅地方呢，有一班人正喺災難嘅最前線啊，用緊佢哋嘅血汗啦、專業啦，甚至眼淚去處理呢單史無前例嘅浩劫嚇。我好想衷心同我哋每一位警隊講一聲。多謝你哋，辛苦晒你哋啦。好多人可能呢，只係新聞畫面呢見到火光紅紅啦，見到濃煙，但係我哋見唔到嘅喺災場入邊就好似人間煉獄咁。警務處長周一鳴形容啊，好多單位呢已經燒成灰燼啦，鋼筋外露，天花倒塌啊。搜救人員就喺呢啲極度惡劣、極度危險嘅環境之下呢，逐寸咁去搜索啊。呢份已經唔係一份工作，而隨時都係揾命搏嘅。特別係災難傷亡辨認小組 DVIU 嘅同事啦，佢哋呢幾日都係不眠不休。DVIU 嘅主管鄭家俊警司就分享啦，現場環境極之惡劣嘅，有毒氣體啦、刺鼻氣味啦，隊員要孭住幾廿磅嘅裝備啦，行30幾層嘅樓梯，喺高溫嘅廢墟入邊呢來來回回。佢哋要面對嘅唔單止係體能上面嘅極限啊，更加係心理上嘅巨大衝擊啊！鄭警司又話啦，佢哋試過有一層樓咧，發現好多具遺體啊，有老有嫩嘅，甚至有啲睇落咧係一家人。呢種場面呢，我哋齋聽已經覺得心寒啦。但係佢哋咧要親身面對，仲要強忍住自己嘅情緒啊，冷靜咁執行職務。而最令我感動嘅係咧，為咗保持死者嘅尊嚴啊，為咗將完整嘅遺體交翻俾家人，好多隊員呢選擇唔用工具，而係用自己雙手喺瓦礫碎石入邊，慢慢將遇難者咧挖掘出嚟啊！呢份咧已經超越咗專業，呢份咧係對生命最崇高嘅尊重啊！更加令到我敬佩嘅係咧，有隊員咧行動期間突然收到屋企人離世嘅噩耗喎，佢處理完之後咧，竟然主動要求盡快歸隊，同班手足一齊並肩作戰啊！鄭警司話咧，有隊員喺現場咧幾乎情緒崩潰嘅，但係都要頂住，因為唔想影響搜救嘅進度啊！喺呢度呢，我想同所有 DVIU 嘅同事講，香港人睇到你哋嘅付出，我哋為你哋專業同埋無私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啊！你哋係真正嘅英雄啊！除咗搜救同辨認啦，警方做緊另一樣好重要嘅事啊，就要打擊啲發災難財嘅壞人啊！科技罪案調查科李京希高級警司就話呢，拉咗個32歲嘅男人。佢竟然呢夠膽喺網上面假扮災民呢係呃捐款喎，仲有啲詐騙集團啦，夠膽死冒認呢政府 send 啲 SMS 話呢你捐咗俾紅十字會，想呃你攞呢個人資料。喺全城悲痛嘅時候呢，呢啲人竟然利用市民嘅善心去行騙啦，簡直呢就禽獸不如嘅。好多謝警方反應夠快啦，即刻拉人刪除貼文，凍結戶口啊！仲將啲詐騙電話咧列入防騙視伏器，保護我哋市民唔好雪上加霜啊！仲有啦，同警務處處長喺記者會一樣啊，不過我就更加強烈譴責同埋必須要嚴懲嗰啲無良工程公司啊！呢啲無良公司咧為咗自己利益啊，罔顧市民安全，導致咁大嘅災難啊，簡直天理不容啊！檢方話案件仍在調查中啦，其中一人已經保釋，其餘5人係扣留嘅。我要求當局咧嚴懲佢哋，絕不姑息啊！呢啲人咧應該要判重刑，吊銷佢嘅牌照，賠償所有受害者同埋佢嘅家屬。只有嚴懲咧，先至能震懾其他無良商人啊，保障香港市民嘅安全啊！希望政府加強呢個監管，避免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。最後啦，我想再一次向所有喺呢次災難中付出嘅部門同埋人員，包括警方、消防處、政府化驗所、法醫、民政處、社署、房屋處同埋所有默默耕耘嘅前線人員講一聲多謝。對於我哋市民嚟講呢，如果你想幫手、想捐款呢，你哋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啊！一定要經官方同埋可靠嘅渠道，唔好俾啲機會騙徒得逞啊！希望逝者安息，生者堅強，我哋一定要撐住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